各位兄弟平安，感谢上帝的恩典。即摆来到9月，咱气候渐渐变凉啦吼。我前2天看到一个新闻，伊讲囡仔嘛开学啊啦吼。伊讲这孙仔开学了后，讲因兜的毛小孩，迄只狗啊，我倒伫碰伊休几啊天，才回神过来转来。所以囡仔开始去上课，另外一个阶段开始。气候嘛渐渐变凉，另外一个阶段开始。阿公阿嬷嘛较有时间，即摆自会爱恢复正常啦吼。好，咱今日来，咱来开始咱今日的祈祷。阮伫听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。第7日的头一日，清早的早起时，你搁一届引带阮来到你的面前，三甲来敬拜你。主阮真欢喜，阮通参与。伫这个祭坛，阮也真欢喜。伫今日我们安静阮的心，清净阮的灵，我们对你遐领受对你来的信息。主，搁一届甲阮伫地，也甲阮所有礼拜定数做伙伫地。一时，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。阿门。好，咱来今日咱练习的时间吼，咱第一项来，第一首诗来看圣诗234首，圣诗234首，我心实在俄勒。歹势，即摆目睭哪来哪歹吼，抱着哪个哪悬在看。好来，234首。235首，歹势，235首，恁着称谢至大上帝。恁着称谢至大上帝，主爱永远无替，人对大国家主相会。第一再过来一摆，恁着称谢至大上帝，主爱永远无替，人对大国手主相会，应该着讲这话。第2节。这首诗歌是这个杨树勇牧师所写的。咱杨树勇牧师的诗歌，咱最近这几礼拜唱足多啦吼。杨牧师的特色就是伊文笔真好。所以咱看伊这词，咱讲这写了真好是安怎好？其实你敢若念迄个词，甲咱的调，你就感觉这词甲调合起来。因伫旷野四界漂流，你甲看迄个旋律的变化，甲伊迄个文字，甲咱迄个台语的重音、轻音、八音，某一个程度配起来。所以诗歌词咱讲写了真好，大概就是像咧，这是咱长老教会真好的传统啦4部的合唱，其实这种诗歌其实4部若分部来唱，其实嘛拢足水的对。这音乐上因讲这对位对了真好啦所以这种是真传统的诗歌，咱过来唱一遍。235首，第一节。恁着称谢至大上帝，主爱永远无替，人对大国手主相会。第2节，上帝我世界漂流，最惨无人
好，咱搁来唱另外一首诗，圣诗226首，圣诗226首。哦，啊，这嘛是杨树勇牧师所写的诗，所以咱来唱咧性质的真同。前2礼拜去外口去别位礼拜啦吼，啊一个少年传道讲道，伊讲到啥？伊讲咱教会有传统爱保留，咱嘛有新的物件爱革新。哦，伊对理论上、对圣经上，因作侪证据来讲这件代志。啊，讲了我感觉内容是其实真好啦吼，咱教会面对问题是旧的衫要保留，新的衫要创新。啊，到尾啊，迄间教会。奉献的时有一个老执事，伊奉献的时爱负责祈祷。啊，伊祈祷的时，伊讲啊，我今日讲道听了吼，真花啦。到底啥爱保留，啥爱创新吼？伊讲伊安尼三无方向，啊，所以伊感觉真烦恼吼。我想啊，落尾加在这间教会牧师吼，伊搁伫介绍的时间起来，搁甲这个物件搁整理一遍。好，我今日无要详细讲到底啥要保留，啥要创新，但是我想有真侪代志，我想伫每一个教会大概拢有这个观点的这个差异。哦，啊，今日咱这唱的这个诗，其实这就是非常传统哦，长老教会的圣诗。哦，咱就感谢上主至大。其实咱搁念一遍，下面咱来唱别种圣诗。咱就感谢上主之大，做咱真求照伴，大家就来到伊面前，出声乐无停。第2站，万主的主之大，上帝赢过世间一切。万山千溪伫手中，伊是万王的王。好，咱来唱另外一首诗，圣诗645首。这首诗歌嘛是长老教会真熟的诗歌啦。啊，我对中南部的教会起来吼，啊，我会记伫阮的教会咧唱这是。婚丧喜庆，敢若丧无唱这条诗歌啦吼，啊，其他拢唱这条诗歌，啊，但是我来台北了后，较少听到大家咧唱，吼，啊，咱先来唱一遍，我再来讲一下这条诗歌的故事啦。哦，第1节。咱就来吟诗，吟诗阿罗主上帝。来吟诗，吟诗阿罗主上帝，跳出多欢喜的声，跳出多欢喜的声，阿罗拯救咱的笑伴，阿罗拯救咱的笑伴。咱三甲到主的面前，咱三甲到主的面前。感谢恩典，感谢恩典，感谢恩典，阿罗欢呼哦！咱三甲到主的面前，咱三甲到主的面前，感谢恩典，感谢恩典，感谢恩典，阿罗。
吟诗，吟诗阿罗主上帝，咱着来吟诗，吟诗阿罗主上帝，叫出大欢喜的声，叫出大欢喜的声，阿罗拯救咱的相伴，阿罗拯救咱的相伴。阿门，阿门。这首诗歌在咱的古圣诗并无，但是伫古圣诗的在前的圣诗是有这条诗歌。啊，这条诗歌古圣诗定编的时，当时台南新学院的音乐系主任，叫做梅嘉莲，咱叫伊梅干母，伊甲这首诗歌摕掉。伊摕掉的原因是，这条诗歌伫咱头拄仔唱的迄几条诗歌来比，这首诗歌就亲像敬拜赞美啦。对迄阵的观点来看，这首诗歌就是伤头前啦。所以甲这条诗歌怎收起来？梅干母退休了后，伊转去伫英国退休。迄阵对中华基督教病院有几个牧师伫退休了后去甲拜访。去拜访的时，大家讲咱们来唱一条圣诗。大家唱这条，咱就来吟诗。唱了后，梅干母伊讲真歹势，我唔知影这条诗歌对恁台湾的教会遮重要。这首诗歌，所以伫咱编新圣诗的时，佫甲扭到转来，因为遗落了大概20-30年啦，咱古圣诗迄个版本，除了圣歌队有伫唱了啊，其他较少人伫唱。我是毋知台北的情形，因伫南部的教会是唱甲真伫台北我较少听到。会讲这个是原因是最近圣歌队伫练这首诗歌要献诗，练的时大家并无太有感觉啦所以我想讲，直接甲你讲一下大概这首诗歌的故事伫咱长老教会历史上，其实这是有人讲伊叫做国歌啦所以咱过来唱一遍。吟诗，吟诗阿罗主上帝，咱着来吟诗，吟诗阿罗主上帝，叫出大欢喜的声，叫出大欢喜的声，阿罗拯救咱的相伴，阿罗拯救咱的相伴，咱三甲教主的面前，咱三甲。教主的面前，感谢恩典，感谢恩典，感谢恩典咱三甲教主的面前，咱三甲教主的面前，感谢恩典，感谢恩典，感谢恩典因为主上帝耶大万王的王，上帝耶大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上帝。亲手在地球中，大地也是创造，关山这南大海洋，拢属地主上帝。咱着来吟诗，吟诗阿罗主上帝，咱着来吟诗，吟诗阿罗主上帝。叫出大欢喜的声，叫出大欢喜的声，阿罗拯救咱的相伴，阿罗拯
心，开始咱今日敬拜。看耶和华这个奴仆民间踮耶和华厝内的，恁拢着学罗耶和华，恁着圣所举起恁的手，学罗耶和华，愿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对锡安赐福气，互你。这是咱做伙来用圣诗第235首。圣诗第235首，恁着称谢至大上帝。圣诗第235首，恁着称谢至大上帝，慈爱永远无替。人对逐国受主赎回，应该着讲这话。恁着称谢至大上帝，请起立来用全首。恁着称谢至大上帝，慈爱永远无替。人对逐个受主赎回，应该着讲这话。伊伫旷野世界漂流，凄惨无人通救。落声窗外遥乌吹打，心生奋起扩大。伫我南中对主哀求，伊就可怜拯救。彼万伫路过带因行，到通徛起的声。自行艺术显出慈爱，愿人学路敬拜。因无的心知着八足，常常欢喜快乐。请坐。这是咱做伙来读主的祈祷文，主的祈祷文第周报第7页。主的祈祷文，请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领导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
无伫带阮入去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是咱做伙来启用，启文第30篇，启文第30篇，也就是诗篇121篇，显着咱做伙来启用。启文第30篇，我夜头看山，我的帮赞对上主来，伊袂互你跋倒。以色列的保护者袂顿眠，上主是你的保护者。日时日头袂伤你，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。你出你入，上主会保护你。启用到遮，咱做伙来用信息第226首。信息第226首，咱着感谢上主至大，咱着感谢上主至大，做咱拯救招盘。大家着来到伊面前，出声乌鲁无停。信息第226首，请起立用全首。咱着感谢上主至大，做咱拯救招盘。大家着来到伊面前，出声乌鲁无停。万主的主至大，上帝赢过世间一切。关山深起伫伊手中，伊是万王的王。咱着恭敬乌鲁，跪伫创造的主面前，恭敬拜虔诚，因为伊是做咱上帝，是阮伫到万世。咱是羊群做伊行哩，受伊照顾羊饲。请坐，咱只是做伙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阮满心感谢你，感谢你伫过去一个礼拜的看顾甲保守，互阮时时感受你的疼痛甲大权能。当阮三甲主旨伫圣殿唱诗歌、听教诗，求你互阮哪来哪亲近你，哪来哪明捌你的话语。主啊，现在台湾中南部落足侪的雨，求主保守，因为天气，互即个土地带来的生态的改变。即摆社会嘛有侪的灾害、公安的事件。求主保守，互阮心得着安稳。保守住伫即个土地的人，心中有你所想事的平安。主啊，现在教会嘛有侪事工要进行，求主赐下有教业的气力，互阮伫侪事工当中有好的分配甲安排。不管是牧师、长职，还是会友，互阮为着福音会当传播出去，为主来做见证，为主来发光。
互葡萄树会当结实满满。纸阮10月15号要做中一的选举，求你呼召你要使用的人，互阮伫未来的服侍当中，哪服侍哪甘甜，会当经历你的恩典甲祝福。求主即时安静阮的心，专心来仰望你，互阮放下一切的重担。透过诗歌、无数的信息，心灵得到平安。我要亲像儿童一样，坐伫你的脚前来亲近你。阮将礼拜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求主来带领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即是咱做伙来看圣经，圣经创世纪35章第1节到15节，也就是旧约的部分37页。创世纪35章第1节到15节，现着我来读。创世纪35章第1节，上帝甲雅各讲：去啊，上去伯特利，住伫遐。我着伫遐甲上帝起一座坛，就是你闪避你的兄以扫下面的时对你出现的迄个。雅各就甲全家以及一切甲伊知地的人讲：恁着拄去恁中间外邦的上帝，也着家己亲去，换恁的衣裳。恁着起来，就去伯特利，伫遐我要甲上帝起一座坛。就是伫我拄着患难的日，稳准我的祈祷；伫我所行的路，甲我伫地的迄个，伊就将因手内所有异邦的生命甲因的耳狗，拢互雅各。雅各将遮个台伫示剑，迄位的上手骹。第5节，因就起身。上帝互四周围的城的人拢真惊，因就无追入雅各的正囝。雅各以及一切甲伊做阵的人，到迦南地的路斯，就是伯特利。伊伫遐起一座坛，就甲迄所在号名叫伊列伯特利，因为伊闪避伊的兄的时。上帝伫遐对伊出现，利百加的儿母底波拉死，就埋葬伫伯特利的下面上手骹，所以叫伊的名阿伦巴国。雅各对巴旦阿兰倒来，上帝阁对伊出现，祝福互伊。上帝阁甲伊讲：你名是雅各，但以后你的名无阁叫雅各。要名叫以色列，就叫伊的名以色列。上帝阁甲伊讲：我是全能的上帝，你着生团做做，将来有一国，阁有做国对你来生，阁有君王对你生出。我所予阿伯拉罕甲以扫的地，我要互你，也要将遮个地互你的后裔。上帝就对甲伊讲话的所在上去，雅各就伫上帝甲伊讲话的所在徛一支条，就是石条，伫迄顶面灌电倒油。雅各一村，上帝甲伊讲话的所在名做伯特利。读圣经到遮，
献诗少年团契要带来献诗是，你是信实的上帝。讲道科布斯的讲道题目是必得日的祝福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伫你的面前，阮感谢你，你疼痛阮，看顾阮，保守阮，互阮会当领受对你下来平安甲喜乐。这是阮自责，阮恳求上帝你的话帮助阮，正做阮生命灵命内面的美牛，引带阮头前的路站。阮将以下时间仰望伫主你的手中，愿主你甲阮同在，看顾扶持阮。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咱伫什么款的情形下面，咱会为别人来祝福？伫什么款的情形下面，你会为别人来祝福？也是讲，你会伫什么时间，别人会为你来祝福咧？通常咱咧想的时候，拢是迄种人生一个真重大的事件，也是讲一个有一个人生的一个转变的时刻，咱毋茫会当得到别人的祝福。比如讲，今年学生开学啊，因升级啊，咱就为因祝福；
互因会当伫未来因的学习会当真顺利。比如讲，有人毕业啊，咧找头路，咱毋茫会当祝福伊找到一个钱多、代志少、佮离厝较近的一个头路，敢有可能？无可能嘛，吼！也是讲有人要去做兵，有人结婚，有人囡仔出世，有人创业，有人买厝、退休等等。伫咱人生的每一个阶段，咱拢会毋茫别人为咱祝福，互咱的人生的路程会当有上帝保守看顾。总是当咱咧毋茫接受人，也是讲咱人生的路程顶面有上帝来祝福的时阵，除了这个代志，敢也佫有其他的代志，也是有其他的时间点，你会毋茫得到别人对你的祝福咧，也是你会对别人来祝福咧。这个祝福是敢若一时的，也是讲是一个永远的呢。咱看到伫创世纪内面，雅各离开伊的厝20多年，当上帝允准伊会当转去伊的家乡的时阵。伫迄个过程中间，伊真无简单，甲伊的阿舅拉班迄个高高甜的即个状况已经无去啊！伊带着伊规厝的人，遐个精神，遐个奴仆，行往伊转去厝的即个路站。总是雅各还佫会记得当初伊离开厝的迄个情形，伊的哥哥以扫想要甲杀。所以雅各伫即个时阵，伊真细腻去探测伊阿哥即个以扫的情形，是毋是还佫对伊真怨恨伫的？迄个侪年进前遐个代志，以扫敢还佫记伫心内呢？伫即个时刻，雅各袂记得上帝对伊的应允，伊袂记得上帝保护伊，讲要互你转去你的家乡的即件代志。雅各担心烦恼，所以将家己的遮的某囝伊的财产分了几落堆，免得真正以扫若受气的时阵，对伊产生一寡损害。雅各上尾嘛是甲伊的哥哥以扫见面，即个兄弟两人三见面的即个情形呢，其实甲雅各伊咧想的是无共款的。所以，当伊真正见面的时阵，雅各将家己的某囝分做三组，照着伊的身份地位、迄个关系的次序来排列。迄个伫较卑微的徛伫头前，较尊贵的徛伫后壁。雅各原本是家己想要徛伫上后壁，万一若发生代志的时阵，伊会当逃走。不过总是。雅各伫即个时阵徛伫上头前，将伊厝内底的人介绍互伊的哥哥以扫来认捌。嘛，因为雅各看到以扫了后，伊7摆拍伫涂骹的即个行动，互以扫真正接纳伊，所以两个兄弟的关系就变了真好。即个故事毋是安尼就结束啊！这个故事，当雅各伊一家拄到伊的查某囝底拿的这个事件了后，当伊要离开示剑这个所在，上帝对雅各讲话，上帝爱雅各离开这个所在，然后往伯特利去到迄个所在，爱住伫伯特利。所以上帝嘛爱雅各去到伯特利这个所在。建立一座祭坛，上帝说明，要互伊知影讲，伊就是当初咧逃离伊的阿兄以扫迄个时阵，伫伯特利雅各所显现的神，毋是其他的神明。即个就是咧讲，当时的人，因会用敬拜各种的神明偶像。所以，迄个生活习惯环境，就伫因的中间。所以，当上帝咧甲雅各讲话的时阵，上帝先表明家己的身份，
免得雅各去误解误会，甲伊讲话是其他的神明。那亲像迄阵因要离开的时，伊的某将因老爸厝内底即个神明偶像迦南地即种偶像甲带走，所以上帝咧对雅各讲话时阵，伊就先表明家己是倒一个身份。咱伫创世纪33章20节的时，咱看到雅各甲以扫见面了后，雅各主动建立一个祭坛，号名叫做以利以罗伊以色列，就是神以色列的神。雅各伫迄个时刻，伊咧表明，伊掠上帝诚做伊所信靠的生命。其实伫即个中间，上帝嘛实践了。伊伫创世纪第28章20到21节中间所下的即个愿，就是雅各伫做梦的内面，伊所下的即个愿，伊安尼讲，若是上帝甲伊同在，上帝伫伊整个的旅途的中间咧保护伊，赐予伊穿的、食的，互伊会当平安返来到伊的家乡。那呢，雅各讲，这个伊所下的愿，若成就了后，这个上帝毋是伊的老爸以撒的上帝尔，这个上帝是伊个人，因为上帝所赏赐予伊的，上帝所保守伊的，所以这个上帝诚做伊个人的上帝，伊愿意将伊所领受的1/10，拢奉献给上帝。过去咱看到雅各是家己咧建造这个祭坛，伊的祖先拿阿伯拉罕、以撒嘛是主动为上帝建造这个祭坛。不过伫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内面，是上帝要求吩咐雅各伫伯特利为伊建造一个祭坛。所以，当这个时刻，雅各回想起来啊，伊嘛确实知影，伊甲上帝中间的这个约定，上帝拢已经一一来实现啊。所以，雅各就要求伊厝内底所有的人，这个所有人，包括甲伊做伙行遮的人，爱将对这个哈兰，伊离开哈兰迄个时阵所带出来遮。外族的神像偶像，就是讲上帝以外遮的偶像，中间包括拉结偷伊老爸拉班厝内底迄个神像，拢爱摕出来弹掉。毋那是安尼，爱将因迄时阵穿的衫拢爱换掉，换掉来洁净家己。雅各真清楚咧表明一项代志。就是当伊在拄到困难的时阵，是上帝帮助伊，是上帝伫路上咧甲伊同行。所以无论伊伫伊的阿舅拉班咧生活迄段时间真艰苦，也是后来伊要离开咧烦恼伊的哥哥以扫要甲伊刣的即件代志。无论是外口还是伊的心内所受到遮的折磨。也是讲，当伊的查某囝底拿伫实验的时阵，受人侮辱的这个代志，当上帝甲伊讲你会当离开，而且安全离开的时，雅各所表明的，就是要将这外口所有的这偶像拢总除去。这个除去嘛是包括当时有一寡的人，伊会糟蹋家己，就有献狗这个物件。这个献狗无一定是甲神明有关系，总是可能甲当时咧敬拜迄个气氛，也是糟蹋对神有一点仔关系。无论安怎，这些物件拢总摕出来，戴伫手骹。雅各带了全家往伯特利行，上帝予伊四围的这城的人，拢真惊吓。
因唔敢去对立因，迄是因为雅各的囝，因伫实验的时阵，将实验的所有人拢杀死。咱知影伫迦南地，每一个民族、每一个族，可能无讲有真好势，总是因会团结啦。所以当雅各伊的囝做了遮个代志了后，其他人就会想讲，你会对我安尼做袂？所以因可能会去对杀因，总是伫上帝保护的内面，迄群人唔敢去攻击因。直到雅各到这个迦南地的伯特利，雅各就照着上帝的吩咐，建了一座祭坛。雅各称迄个所在是以利伯特利，就是因为伫迄个所在，雅各逃离伊的兄哥，上帝亲身伫迄个所在向伊显现。所以对雅各来讲，伯特利是一个甲上帝相拄的所在，伯特利嘛是一个上帝同在的所在。伯特利对雅各来讲是一个人生重新开始的所在。各位兄弟姊妹，雅各伫伯特利建造祭坛，无论是主动，也是上帝所吩咐伊去建造这个祭坛。雅各确实甲上帝有一个真亲密的关系伫咧。雅各将原本是属伫伊老爸以撒所信的这个上帝，当伊经过这个过程了后，伊真实经历到上帝，这位上帝，成做伊所相信而且信靠的上帝。伊建造这个祭坛。其实，伫创世纪的内面，祭坛的建造其实无任何的规定，无规定讲伊是虾米款的样式、虾米款的材料、虾米款的方式，拢无。是一直到出埃及记了后，咱才对文字的这个描述的内面，咱会当常常描写出这个上帝所规定祭坛的形式。现在。就成做以色列人伫信仰中的一部分。所以今仔日伫咱的生活内面，甲上帝建立迄个祭坛，其实已经毋是伫旧约内面所定着的即个寸尺，所定着的即个材料来建造。咱要怎样来建造一个祭坛呢？咱要用什么款的形式？互这个祭坛伫咱的生活中呢？我想咱大家拢听过一句话，安尼讲咱爱建立一个家庭的祭坛，有无？有听过吼？那安尼咱要安怎来建立呢？你要安怎来建立一个家庭的祭坛呢？实际上，咱会当为咱家己来开始。那呢，你要安怎建立你个人的祭坛咧？对个人开始所建立的这个祭坛，就会成做你甲上帝这个真亲密的交流，会当建造你甲上帝的关系。那呢，要怎样建造？我咧想，咱爱付出一寡代价。这个代价，比如讲你个人的时间。比如讲，你要备办一个所在；比如讲，你要真专心，无受到干扰，无受到人的交叉的一个环境。那以我个人，我甲大家分享，我每天早起来了后，我就来到办公室，我先安静家己，调整家己的这个思虑，就是莫想济。有人讲这叫做放空。这个原因是，我要邀请信心的同在。当我安静，我有家己的心内无去想任何的代志，我邀请信心来甲我做伙，
然后放诗歌学了敬拜上帝。这个时间无一定真长，嘛无一定真短，有可能是一条歌的时间，有可能是足侪条歌的时间。当敬拜了后，当我的心，我知影上信心甲我做伙，我就读一段上帝的话，互这段经文来帮助我，互我读这段经文，互我会当点点来听上帝所要对我讲的话。总是有时读经的过程中间，无一定有感受，有时有，有时无。但是无论安怎，当我感觉读到一个阶段的时阵，我会用祈祷，就是将今仔日已经安排的所有的行程，求上帝来引带带领，嘛求上帝引带我，伫我所无安排遮的代志甲时间的中间，互我看到伊的心意。那呢，这段时间爱偌久咧？其实毋免真久。当咱开始做这个甲上帝建立关系，咱咧建造这个这段过程中间，咱会当一步一步来。今仔日咱真正真无闲，你就找一个时间，这个时间可能3分钟、5分钟拢会使。咱开始来练习，无论长也是短，其实这是真做我每天我甲上帝亲近的时刻，嘛是我每天甲上帝建立这个这段中间，甲上帝相处的空间甲时间。所以我知影咱中间有侪人已经有灵修的习惯，那呢，你有这个灵修的生活，你就继续落去。若是抑阁无，就为今仔日开始，为礼拜了后，无论是早起、中昼，也是暗时，你要有一个行动来建造你的甲上帝的这段，建造你甲上帝的互动。我相信，通过这种的行动，你会领受对上帝遐来的启示，你会领受对上帝遐来所享受的平安，你嘛会领受到上帝所享受的祝福。当雅各伊对米索不达米亚转来的时阵，上帝搁一届来雅各显现，祝福予雅各。伫迄个时刻，上帝搁一届甲雅各讲：对今仔日开始，你的名无搁叫做雅各，你的名要号做以色列。等到上帝祝福予雅各的进前，伊伫即个所在定性说明，伊是一位全能的上帝，就是咧表明进前所享受的即个祝福是未改变的。现在要搁一届互雅各知影，伊会当完全来倚靠、信靠上帝。所以伫即个祝福的大声，上帝要祝福予雅各有侪子孙。这个祝福就是咱讲的生养侪多，就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祝福，上帝互拿阿的祝福，上帝互亚当这一切伊前辈信仰祖先的祝福，以及伊的老爸对大囝的祝福。这个祝福是一个永远的祝福。再来是有侪国家要对雅各的子孙来兴起，互这个雅各成做所侪君王的祖先。这个讲的是，毋那是以色列民族尔，是上帝祝福会当成做侪国，是对雅各的子孙开始的。这个嘛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延续到雅各伊的身躯顶。上尾，上帝祝福亚伯拉罕，祝福以撒的土地。上帝讲：我嘛要祝福你。上帝要祝福雅各的子孙，拢总有这个土地。所以上帝爱雅各转去到伯特利这个所在，所以伯特利对雅各来讲
是一个真重要的城市，以及所代表的是上帝同在的所在。有圣经学者讲，这个所在嘛会当讲是一个圣殿。所以我咧想，当雅各为实验到伯特利这个路程，会当讲是一个建造这段的朝圣的旅程，可以会当转来到上帝显现的所在伯特利，嘛是当雅各伊全家咧经历底那互人侮辱、侵犯了后的事件，伫即个事件了后，通过建造这段一个洁净的礼仪了后，以及拄起伊厝内底所有偶像的这个过程，互雅各因全家会当真正明白，因是伫上帝保护的内面。所以上帝保护真重要。这个保护是因为以色列人伊无法度离开上帝所赏赐的这个迦南地，嘛是因为因伫徛起伫迄个迦南地，因无法度拄起伫迦南地原本所有的人。所以当以色列人因就爱想办法，设法甲遮个迦南人做伙来徛起。而且通过实践这个信仰的生活，让以色列人伫这片土地顶面受到祝福。所以，因伫上帝保护的内面，过着一个舒服的生活，而且无受到迦南当地这个风俗文化的影响。这是上帝保护，但是，以色列人的后代，敢真正袂受到遐外族的影响吗？袂受到伫当地遐的风俗文化的影响吗？伫台湾，100多年前宣教师来到咱中间，来到台湾这个所在，将福音的信息传予迄时阵住伫台湾的人。伫迄个时期，咱若参考过去的历史来看，当时的人犹阁是用传统的信仰做主，因排斥基督教耶稣救赎的这个听甲稳定。咱若用咱教会来看，根据咱教会过去的历史的记载，马街来到目沙这个地区，到新店这个地区咧宣教，伊咧宣扬这个主耶稣救赎的稳定的好消息。咱文山教会信仰的前辈，伊听到这个真正的道理，对张乃凤所听到马街传的一句话开始，咱的信仰的祖先，咱的前辈。因就开始军队，而且相信行伫上帝所备办的这条道路顶面，一代过一代，一步一步建立咱即马所伫这个所在的文山教会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：恁认为上帝祝福伫咱这个所在吗？我想，看到足侪人咧点头的，这个答案是肯定的，真正是肯定的。咱肯定上帝祝福伫咱的中间，咱肯定上帝祝福互你，上帝嘛祝福互我。这是咱肯定的代志。虽然伫教会，我毋知咱去外口咧行的时阵，咱看到咱边仔有偌济遮的庙，也是宫庙。有侪大间、细间，拢伫咱的边啊！我毋知你有去算过有偌济间无？总是咱教会会当伫即个所在徛起遮尔久长的时间，遮尔多日子的内面，我相信这是上帝所保护的，互咱伫即个所在领受上帝的祝福。当上帝祝福亚伯拉罕。当上帝应允亚伯拉罕的这个代志，
到今仔日，咱拢有即个福分，通好领受。咱会当领受上帝即个永远的祝福。年底进前，伫10月份，也是11月份，咱的每一个团契要选出会长，咱的圣歌队的队长、敬拜团的团长，以及伫后个月，咱要选出咱的长老甲执事。当我咧备办遮个代志，为遮个代志咧祈祷的时，我将咱的合会手册内面会员的名单摕出来咧，一个一个为恁伫祈祷。我咧看遮个名单的时阵，无论是职在、人在、职在、人不在，也是小儿的会员，我看到遮个名单的时阵，我看到咱彼此中间的关系。我看到咱彼此中间有一个家族成员的关系，我深深为着安尼感谢上帝，因为上帝祝福伫顶一代一直到咱一代。虽然这个中间还有侪人的名无伫这个咱的合会手册内面，有可能是因为工作离开文山地区。有可能是因为结婚去到中南部，有可能是因为伊爱离伊的厝较近，去到北京教会。有的人可能是因为环境的关系，伊直到无法度伫咱教会来聚会。无论如何，上帝互阿伯拉罕的应允，上帝搁一届甲雅各讲。就是这个有侪子孙的这件代志，拢已经应允伫咱每一个人的身躯顶啊！伫咱的生命内面实现了上帝应允，上帝祝福伫这个土地，伫咱的中间，伊要传达的是，到每一个世代拢会当领受这个福气。今仔日。咱所看到的，有人去到去做一个朝圣之旅，去到远远的所在，去看迄个伯特利。但是今仔日的伯特利，敢是当时雅各甲上帝所相拄的伯特利吗？有可能是，有可能毋是。咱通过历史的遮个历史学家。遮个考古的学家的研究，定了今仔日咱若去参观去看即个伯特利的所在，即个位置伫迄个地方，互人会当通过去到现场做一个信仰的旅程，会当徛伫现场去体会迄个雅各甲上帝相拄的情形，总是。咱无法度徛伫伯特利的时阵，咱敢有其他的方式会当甲上帝相拄吗？咱敢一定爱去到伯特利迄个所在，才会当感受到上帝相拄的迄个情形吗？咱若是安尼咧想讲，我一定爱去到迄个所在，我才会当知影我甲上帝相拄的情形。那安尼？咱就看清了上帝的全能。我相信，当咱愿意的时刻，无论你伫任何的所在，就是讲，无论你伫厝里的这个房间的内面，伫便所、伫客厅、伫灶骹，也是你行伫路上，你咧骑奥多摆，你咧骑矿车，也是你咧开车、坐公车、坐捷运。你行伫咱的傍花的河边，我相信，当你愿意将家己所徛在迄个时刻的迄个所在，献上家己做祭，建造你甲上帝之间的这个祭坛，成做你甲上帝一个真亲密的连结。那呢，迄个所在。就是你甲上帝相拄的伯特利，上帝祝福就伫你的身躯顶。这个祝福
要对你开始，直到你的后代，永远袂停止咧传达落去。那呢，你的必得力伫倒位呢？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伫你的面前，我感谢你。通过上帝你对雅各的应允，是咧承接对亚伯拉罕所来的应允，互阮伫即个时刻，阮当领受对你来遐的祝福。阮感谢你，愿阮过去承接阮的信仰前辈、阮的祖先的即个信仰，成做阮个人的信仰。嘛，互阮会当将即个信仰、即个祝福传承落去，成做阮的后代因个人甲上帝你之间的即个信仰，互阮逐时无论伫倒位，阮拢起做甲你一个真亲密的关系，起做即个为家己献上做祭的祭坛。愿主帮赞，愿主引带阮，互阮伫阮的生活中来实践你对阮所讲的话。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咱做伙来吟圣诗，圣诗第185首，圣诗第185首。作画的神，你伫早时；作画的神，你伫早时建立这世界，坚固地基。求你来点圣道心内。将你喜乐赏赐囝儿，救阮脱离悲伤罪愆，互阮牵得做你圣殿。圣诗第185首，请会众起立应全首。作画的神。
请坐。这时咱备万心来奉献。这是我来报告。伫报告大圣，咱先来读今仔日即礼拜的经句。伫约伯记第1章21节，也伫酒杯第2页的下骹，咱做伙来读2解。请讲，我脱摕出老母的胎，也要脱摕倒去遐。耶和华收拾，耶和华提去，着恶落耶和华的名。约伯记第1章21节，讲我脱摕出老母的胎，也要脱摕倒去遐。耶和华收拾，耶和华提去，着恶落耶和华的名。约伯记第1章21节。后周的圣工分担，领唱是圣歌队，司礼是郭金敦执事，司琴是黄慧谦弟兄，献诗是社青甲妈妈团契，书宪是我本人甲赖韵如执事，交代是我本人甲陈素娥姐妹，音控是施浩轩弟兄，彭兆亮执事。拜三的查经祈祷会，主礼是科牧师，司会是赵一乐长老。后礼拜的主
主日礼拜主理是田宪灵牧师，经文、信息甲根据，拢伫顶面，咱会当登去家己先来看，甲准备。咱来看第6页的消息报告。第1点，心灵主日学，本主日下晡1点至2点有心灵主日学，主题是情感导向的彼得，地点是地下1楼，咱会当来出席参与。第2，感恩节、圣诞节筹备小组、礼拜组开会通知，本主日暗时8点在线顶的会议，请同工参与。第3，学生团契的开会通知，本主日下晡3点伫小教室有举行同工会，请同工参与。那欢迎社青的客友来参与。第4，新德圣经学院奉献主日，后主日9月17号是新德的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。田宪灵牧师要来正道，请兄弟姊妹关心甲代祷。关怀训练时间是9月17号的1点，下晡1点至2点，地点是1楼的会议室。老师是柯博士。第6，圣工的顺风表，期限是9月15，进前爱交互干事，请大家注意一下。第7，奖学金的申请，成绩的一个标准拢伫面顶，时间是期限是到10月1号。若要申请的学生会当伫10月1号进前，甲资料互干事。第8点，圣诞节报佳音，2023年12月24号是圣诞节报佳音的日子，邀请兄弟姊妹来行入咱的生活的社区，将平安的福音透过诗歌播扬耶稣降生的福音。一寡通知，一寡消息拢伫第9页的3个邀请，咱家己会当先来看。第9点，主日学的手作班甲桌球班已经开始报名，今仔日开始上课。第10点，主日礼拜音控同工的邀请，若有迄个负担的，会当牧师来报名。第11点，李团道9月11号到12号要前往大溪参加台北中会团道部2023年团道师的在职训练，请兄弟姊妹为了交通来代祷，也继续为了教会集体交通来代祷，为身体有欠安的，也是有软弱的，求主来医治带领。今仔日到新来的。平安。咱今仔日有2位久无伫咧，甲咱做伙做礼拜的姊妹，伫咱中间，黄丽安姊妹甲伊查某囝张宣珍，是吧？这是建传执事营大的家人，久无看去哈。大汉的已经大汉，少年的依然遐尼少年哈。请咱会后会当甲多多交流，真久无看到哈。好，以上平安。欢迎伊对意大利的台语，我不要讲，意大利回来啊。哦，伊去意大利去念册啦。读册。去读册，欢迎伊回来啊！甲伊年纪相当的，会当甲伊交流一下。好，咱来用刷表面的信息第395首。因诗刷，请牧师就祝祷，请会众起立。一生天白愿
阮心内加好价值，献出仁爱做好榜样，引带人灵魂得救。阮的是山求主赐福，困苦的人使因快乐，星星映出甲阮同行。愿咱每一个人拢会当甲上帝建立个人的这段。愿咱无论伫倒落，咱拢是伫甲上帝做伙，领受上帝祝福。愿天父上帝所授予的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毋忘，信心的扶持甲帮赞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这点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麦倒。咱彼此请安。